好啦，乡亲啊，今仔日11月11是双11的购物节开始咯。这个国内的电商平台嘛推出咗真侪大优待，要来抢人客哦。咱做伙来看。 今年几多的双11电商节又过到咯，你来看，这大量的货一箱一箱的囤，原来业者早就传咧等。PC 方表示，今年 iPhone 打出新的机啊，真侪人烧钱在买。另外，大家出门的挂暗洗，这完了后保养品真受欢迎。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这段时间，我们整个出货箱数已经有来到超过10万箱的这个数字。PC 方双11推出专门拍折，上济是降到11%。另外，原来有500种品牌。 要回馈28%，仓库甲送货人员拢增加，就是要消化民众的订单。另外，默默推出买物件免登记，阁有在价机车要等抽奖，指定银行上关阁会当回馈20%。雅虎原来推出上强的回馈是36%。若虾皮除了提出历史上上济免运款以外，阁甲各公客运合作，推出中仑到基隆、台北中立3条路线的客运，互你规工拢会当免钱去坐。购物意愿其实是比去年还高的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大概成长了快2倍的，平均的预算是在1万元左右的。今年一届双11电商节，上早是来自中国阿里巴巴，今嘛已经变作是电子商业界一年一届的大节日咯。台湾的民众往那抢要买，电子商业界往那推出大优惠，同啊趁这波将今年的业绩拢甲做甲到。